為咗病人咧，唔能夠就咁放棄，我哋勇往直前咧，開發新嘅方案解決病人嘅問題。近呢幾年咧，我哋發展 3D 打印真實手感超聲波可見技術咧，可以用於醫生同埋護士嘅培訓。研發團隊咧可以因應我哋唔同部門作出合適嘅模型，同埋亦都可以加強病人嘅安全。過去呢19年咧，我哋團隊總共贏咗9個 ICT Award，公眾對我哋信心大咗，而且對我哋同事有好大嘅鼓舞作用。作為用家，我哋親身體驗到創新科技帶來嘅好處。近年來，全球嘅創新科技發展迅速。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有國際嘅視野，香港人係好有潛力嘅。創新醫療科技係一定會用得着嘅。作為科研人員，大家應該抱有一個貢獻社會、造福人民嘅目標，呢個先至係科技進步嘅原動力。產品至今咧已經歷咗20年冇間斷嘅科研，喺科技上咧，我哋已經係進入到第4代，已經可以配合到咧超過95% 以上嘅聽障人士嘅各種需求。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嗰個高度信譽咧同埋代表性咧，得獎之後咧喺產品嘅聲譽啦同埋個認受性咧，都係起到好正面嘅作用同埋幫助嘅。喺品牌嘅知名度咧，從而咧就更加快嘅去提升到嘅。咁對新一代嘅創新者而言啊，我認為最重要嘅係及早行動。咁我哋可以真正了解呢個市場需求啦，而唔係淨係專注喺技術本身。我哋初衷其實係希望帶嚟一啲比較真正嘅影響。咁所以我哋其實希望透過一啲技術啦，去填補呢個空白，咁令到可以健康管理咧更加早介入到，從而為社區帶嚟一個更加長遠嘅價值。攞獎之後咧，其實對我哋公司帶嚟咗無論係公營啦或者私營嘅市場有個廣泛認可嘅，咁大大提升咗我哋客戶對我哋嘅信任度啦。咁同時啦，呢個平台其實帶嚟一個長期嘅曝光，咁令到我哋可以有機會直接接到啲投資者啊、客戶啊，咁都加快咗我哋喺商業合作同埋方案落地嘅進程。2026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創新啟發，引領未來。